乡亲啊，过来是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。照今仔日这个办事甲看起来，选总统的纪律是真悬。郭台铭3天前到中东访问，再去回到台湾，敢若向外界报告着中东的行程，是伊的幕僚来接受着访问，讲郭台铭若要参选，会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，而且会伫9月17联署申请进前，向外界来报告。 事前专机到台湾，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看起来有淡薄疲劳，因为议员面带微笑做简单的报告。我们与沙国见到了7位部长级的官员。讲到产业要有当地奖励生育的政策，这是郭台铭初选过后头一摆主动对媒体发声。沙国的签证的费用很贵，要数百块美金。我也跟他们最高阶层反映了，当场就得到承诺啊，会给我们 很特别的价钱哦。对于沙特阿拉伯真贵签证费用真有同感。郭台铭捌讲，家己是中华民国最强的外挂，甲真侪国界领袖有交情。简单的演说，好像想要强调讲这项优势。郭台铭参选总统呼声是愈来愈悬，即马嘛听讲，自民党主席宋楚瑜拍算要支持郭台铭，以政党推荐的方式送予郭台铭参选的门票。 如果今天郭台铭先生他有决定要参选的话，他会以独立参选。会国民党吗？现在这部分其实以前已经强调过了，也主控权不是在我们。那未来会用什么样的形式，还有什么样的联署的方式等等，这些形式我们真的还要再思考。9月17号之前，我们一定会跟大家来宣布。民主国民党有可能提出党旗的处分，郭台铭定名讲无主动权，未来动向。 估计伫9月17，也就是独立的参选人联署登记的截止日，就会对外界宣布。郭台铭敢会选总统，时到对知。